歡迎嚟到靜心說書，我係小桂子。喺呢度寧靜嘅空間裏邊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睇到嘅書，又或者信仰上面嘅經歷同感動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喺當中得到安慰同提醒啊！今次同大家分享嘅書籍係有關時間管理小朋友版本嚟嘅，我會以1至2分鐘同大家分享當中嘅內容。你哋收聽嘅時候，不妨邀請埋小朋友一齊嚟聽啊！然後仲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加以討論，點樣俾自己制定到一個合理嘅目標呢？其實制定目標呢，就好似畫一個藏寶地圖咁樣，幫我哋一步一步去到我哋想要去嘅地方。目標可以有遠或者近，遠嘅就係你可以話我要學期尾考到第1名，近近地嘅就今個禮拜我要睇到1本書。其實呢啲都可以叫做目標嘅，咁當中你就可以去制定一啲少少嘅計劃，點樣去幫自己去完成，達到呢個目標。我哋定目標嘅時候，千祈唔好太難啊，因為太難嘅話，你根本係會實行唔到，而導致到你會覺得浪費咗啲時間。完成咗目標之後，不妨獎勵下自己啊！你會更加有動力去繼續實行或者制定第2個目標㗎。